各位早晨，今日係8月14號星期四，小珍早晨啊！早晨啊，鄭瑞文。今日好似都會落啲雨咁喎。係啊，今日咧預測會大致多雲㗎，有幾陣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咧大約係30度，吹和緩嘅西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未來2、3日漸轉天晴酷熱。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8月23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文言，早晨嘉怡，週末好熱喎。係啊，預測大致天晴㗎，天氣炎熱，咁但係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高氣溫大約係32度，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。展望未來1、2日天晴酷熱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